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昨咱下晡时到伫暗暝，咱的丰盛团契有一档一度的欢迎会，咱总共有100个人来参加，其中约有60个是新的朋友为着咱所有参与伫这个事工的兄弟，咱献上感谢，恳求上帝特别祝福这群来到伫这个大华府地区。来遮读册、来遮工作、遮亲的人，会通伫咱的教会内底找到一个属灵的家，也会通来参与伫丰盛团契，甲咱教会做遮的活动。请咱常常为着遮青年人来祈祷。咱的教会要有将来，的确要有青年人。咱的教会若无青年人，咱就无有将来。讲到上帝甲着人的关系中间的差别。先知以赛亚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：耶和华讲，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也较悬恁的念头。人凭着家己的理性、家己的念头，实在是学得了解上帝的智慧，甲着上帝的念头。人凭着家己的判断甲选择，实在学得找到上帝的道路。聪明亲像使徒保罗，伊也伫伊的心不知感慨安尼讲：深沉上帝的智慧甲见识的富有，伊的判断何其难测度，伊的路途实在困难找到。抑故上帝欢喜让人来启示因家己，互人会通捌伊。耶稣伫圣神的感动下面安尼讲：爸啊，天地主，我要学了你，因为你将这个事对着有智慧、聪明的人，你就允捌伊；那对着细囝，你来显明伊。爸啊，是啦，你看看安尼最欢喜。有聪明、有通达的人，因会时想要靠着家己的聪明才智、丰富的财物、知识。要来测度上帝奥秘，总是上帝却用因来允捌。反倒当是一寡细囝，亲像婴仔共款，亲像单纯的囡仔共款，有一个单纯的心思、谦卑的态度、顺服这种的意愿，上帝反倒欢喜来启示伊本身的真理。启示这个字，伫希腊文的意思，就是将一寡原本掠杂暗藏的物件显露出来，通过所显露出来的，互人看到代志的真相。一寡关于上帝的真理，对着人来讲，原本是稳重看捌，总是上帝却通过侪方法，让人来启示，互人会通看到，互人会通了解。就神学上来讲，上帝启示会通分做2种，一种是一般的启示。一种是特别的启示，通过所创造的大自然有特殊、宇宙的万物非常的奇妙。上帝启示伊家己本身是创造者的存在，伊有创造的权能，甲着创造荣耀。诗人看起灿烂的星辰，伊用诗歌安尼学了上帝讲：遮的天讲起上帝的荣光，强冲。保养伊的手所做，一寡有道德、良心、是非的这种道德感伫伊内心的人，也常常会通伫伊的良心中间感受上帝对着伊的启示。上帝启示伊做一个审判者，照着公义、照着诚信的审判万民。上帝将律法的功用刻伫人的心内，互人通过伊道德的良知，会通感受到上帝的存在。德国出名的大地学家康德，伊安尼写，伫伊的墓志铭，就是伊死的时阵，人家刻伫伊的墓顶悬的。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，讲：伫我的头壳顶有正青的天空，伫我的心内面有道德的法则。这2项物件，我愈去甲伊想，愈去甲伊了解，我的心就愈敬畏，愈学了上帝。人的理性会通过天顶灿烂的星辰，甲地上的万物，
来认捌上帝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。人嘛通通过伊内心有道德、有是非的良心，来了解上帝的良善，甲着上帝的公义。保罗先生特别安尼讲，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权能，甲着伊生神的本质。虽望咱的目睭袂通看去，总是对受造的物，你该看，你该想，你会通明明来了解。显然对着人来讲，人的理性对着上帝，毋是全然无知。是伫冥冥中间有感受到上帝的真理的存在。总是人的理性虽望会通了解上帝一般的启示，除非上帝亲自人有一个特别的启示，若无人就无法度进一步了解上帝存在奥妙，以及伊伫人类的世间中间，伊所要做伊的作为，甲着伊所稳重的计划。上帝通过这异梦异象。互人明白伊的作为，上帝呼召人、竞选人、甲人讲话，互人会通明白伊，详细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种特别的启示，毋但是关联伫大自然，毋但是关联人内在的道德良心，是关联上帝伊本身伊存在的本质，甲着伊伫人的中间，伊所要行拯救的计划。希伯来书安尼总括讲，上帝伫早时就已经托济的先知。用济方法，互列祖来了解伊。上时伫落尾的时阵，佮通过伊的囝，互咱会通明白伊。先知甲着圣徒得着上帝的启示，会通明白，也来传达上帝的信息，来彰显伊的旨意。济遮的启示结连做伙，连续不断，来发展成做一个主题。最后一个完整一致的内容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伊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也因为这款缘故，所以伊会通将上帝来启明伫咱的中间。主讲将来无人看去爸，独独伫爸怀内的独生囝，将伊来显明出来，就是迄个盖起头着存在的道，甲上帝三角地的道，本身就是道，就是上帝的道，伊道成肉身来到伫世间。将上帝来显明出来，互人会通明白上帝对着人的救恩。但上帝特别的启示，甲着圣神特别密切关联。无论是通过先知，也是通过信徒，也是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，当上帝互人特别的启示的时阵，圣神拢参与伫即个中间。所以保罗先生安尼讲，若是上帝对着伊所疼的人，为着因所被办的。是目睭袂通看去，耳孔毋捌听过，人的心也毋捌想过，总是上过通过圣神来显明伊，因为圣神会通捌万事，详时会通知上帝的奥妙。保罗先生特别强调，伊经验着一款的奥秘，伊知影一项事，这毋是对着人来领受，嘛毋是对着人的教导来学习，是耶稣基督亲身来启发伊。上时，伊捌即个基督的奥妙，这是前的人所毋知的。无亲像现主时，圣神通过启示使徒，通过启示先知，也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，遮尔清楚来显明，互人知。或一句讲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启示伊家己，是安怎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启示家己？因为人的理性会互罪恶所污染。若无伫耶稣基督的保护内面，罪得到赦免。就是上帝启示你真理，这个真理也会互你来扭曲。上帝要通过圣神来启示伊家己，是因为人的理性会互你家己本身的私情邪欲所蒙蔽、所掠杂。所以，若毋是圣神伫你内面，不管是咧洁净你本身的生命，那安尼就是你得到上帝的启示，这个启示也会互你拍人散。当恁要安怎会通过上帝通过这个使徒、这个圣徒，特别通过耶稣基督本人，互咱所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，通过圣经。圣经是上帝通过圣神的密示下面，用人类所会通了解、所会通记载语言文字，将这个上帝话的启示，甲伊记录落来。所谓的密示，咱今仔所读圣经。启示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讲的，
讲上帝所默示的圣经，这个默示原本的意思，伫伊的希伯来文内底，就是讲上帝分出伊的气，上帝分出伊的气。拄拄亲像创世纪所记载，上帝分伊的气，所以创造万物。上帝亚当分出伊的气，所以互亚当成做有灵的活人。上帝也着信徒，着先知分出伊的气，互人会通用语言文字来记载伊的启示的见证。圣经是虾米货？圣经是上帝所分出的一个作品，互上帝所分出的神。伫暗中感动人，互人了解上帝所启示伊的话的内容，详细用语言文字将伊记载落来。如果咱讲上帝启示是上帝所讲出来的话，那呢默示就是上帝所分出来的神。上帝分出伊的神，伫遮的使徒、伫遮的信徒、伫遮写圣经的作者中间，互因有即种的能力，会通用语言文字。将上帝启示的话语，甲伊写落来。就这点来讲，咱常常讲圣经有相同的作者。除了迄个写各卷的圣经的册，即个信徒甲先知以外，规本的圣经有一个共同的作者，就是上帝所分出来的圣神。咱用罗马书来做例，咱拢知罗马书是使徒保罗所写，但是使徒保罗非常清楚讲，我写这个是因为圣神来启示我，圣神来默示我，所以圣经内面包括罗马书真实的作者是圣神。默示通讲就是启示的年固，咱讲 feast well established 年固，然后也是伊的连续，伊会通 continue， 会通 last。咱知影，当咱一个人讲话时阵，咱就爱分气。咱若无气，咱就无法度讲话。当咱讲话时阵，对着咱的气，然后传到伫空气中间，你有听到？一寡人去听到这个话，总是当我讲出这个话，伫空气流传了后，这个话也消失伫空气中间。所以当若有人将所讲的话用文字符号甲记载落来时阵，那呢这句话就凝固下来。详时会通继续延传伫后代。上帝将伊家己启示，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甲着众先知、以色列的祖，互因来捌伊。圣神默示，这个旧约的作者将这个启示甲伊写落来。上帝也通过耶稣基督的出世，道成肉身来传讲上帝国的话语，来定实一个国我将伊家己救赎的计划会道显明出来、启示出来。那是圣神默示新约的作者，将这的启示用文字甲伊记载落来，然后会通流传落去，一直到流传到伫咱今仔日。伫默示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用伊的神将伊的话分出，新约新旧约作者，这个作者伫圣神的感动下面，将这个话吸入来到伫因内面的生命中间。所以圣经每一卷的册内面的作者，就是伫圣神默示下面。会通来写伊，来记载伊，若毋是圣神的默示，就无有人会通写出圣经的话语。这个默示的圣经的作者，会因为每一人个人的性情，甲着伊当初时所徛起历史、文化、社会处境等等这个元素，所以所写的这个语言文字，会流露出伊个人的品行、伊个人的性情，详时也会当显露出当初时。历史、文化、社会的环境，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有的时阵咱读到当初时这个历史、这个历史文化、这个当初时这个环境，咱嘛会通读到无共款的作者，伊无共款的性情。保罗的性情，显然甲彼得非常无共款，甲约翰非常无共款。但这个圣经的作者伫圣神的默示下面，因用这个字句伫圣神的掌管下面。来明确记录上帝所启示的话语，详时落尾，佮将这所写的原本是四线的这个各本的这个经册，然后统合成做规本的圣经。所以咱读的今仔是规本的圣经，来完整传达上帝的话语，互无共款的册卷会通最后合作伙成做一本圣经的，拄是圣神引出的工作。当圣经的作者当伊咧写经文的时阵，常常安尼表明因的态度，
伊讲我会通写这个，是因为我得到上帝对着我的密示。无论是先知以赛亚，无论是先知阿摩斯、俄巴底亚，也是米迦，也是拿鸿，也是哈巴谷，也是马拉基啊，等等这先知，包括摩西在内，包括所有这先知在内，因拢讲我今仔日甲恁所讲的话，是耶和华的神临到伫我，伊的话伫我的喙内面，我所写的是圣神密示我来写。所以保罗先生伫咱今仔所读的经文《提摩太后书》第3章16、19、17节来讲到圣经的本质。圣经里面咱去了解伊，圣经真正的本质伫倒位？伊讲，既然是上帝所密示的经，是有利益伫教示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来合适义理，互服侍上帝的人认得。兄弟姊妹，咱足侪人以爱服侍上帝，总是服侍上帝爱认得。要认得，就是通过圣经，遍遍来行拢总的好事。圣经的密示将上帝特别的启示，甲伊保存落来，成做上帝对人启示伊家己的一个见证。虽然讲圣经 Old Testament、New Testament 就是证言，就是所做的见证的证词。因为上帝若启示家己，总是无圣神将这个用文字甲记载落来。那咧长久以后，人会渐渐袂记得上帝的启示，总是有圣经的记载、圣经的见证，人就是随往有时会袂记起，总是会通通过各一届来读这个圣经的时阵，受到提醒，各一届来温习，上是佫非常要紧的，就是愈来愈整体来了解上帝对着人的启示。那圣经的密示所形成的圣经来见证，也保证上帝的启示是正确无误。也因为这款缘故，咱讲，咱要明白圣经啊，咱要明白上帝的真理，要明白上帝的启示，真正的权威是伫圣经。伫宗教改革的时阵，一个口号非常要紧，就是唯独圣经。唯独圣经这句话所要表达的，就是讲，毋是教会本身，毋是教皇，毋是主教，毋是任何一个圣经的主解家，毋是任何一个牧师。会通成做上帝真理的一个权威，相关的上帝启示的一个权威的是圣经本身。耶稣基督家己本身认同旧约圣经的权威，所以当初时有一寡人咧反对旧约的律法甲先知的时阵，耶稣安尼讲，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甲先知，我来毋是，我来毋是要废掉，我来是要成全。耶稣基督也是认同旧约的圣经的权威，上是非常清楚安尼表明讲，为着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本的经。摩西律法、先知的册，甲着诗篇所写所记的，那指着我的，拢要来应验。旧约的圣经有言，耶稣基督要来到伫世间，伊的所行、伊的所做、伊的所讲，那是耶稣基督伫世间伊的所行、所讲、所做，应验伫旧约圣经内面，对着伊所做这有言。耶稣毋也是认同旧约圣经的权威，耶稣也宣告新约圣经的权威。伊对伊的学生讲：，若是保惠师，就是圣神，背伫我的名，要找来到伫恁中间的，要将我对着恁一切教示，互恁袂记一个时阵，会通搁一届来想起，会通会记起我对恁所讲一切话。使徒甲着新约圣经的作者。伫圣神的密示下面，来想起到伫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阵，伊做啥物代志，伊讲啥物款的话，然后伫中间得到启示，也将伊记载落来，来见证、来保证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启示。耶稣基督是上帝应外的话，旧约的圣经甲新约圣经为着耶稣基督，这个上帝启示的重中之重，伊的核心、伊的内容、伊介重要的部分。通过圣神来密示伊，上帝的启示，正做用文字所记载、所见证上帝的启示，会通流传伫这个圣经内底，也通过圣经流传到伫人间，互所有较无上帝的人，想要认识上帝真理的人，想要感受到上帝启示啥物代志的人，会通过来阅读圣经，来亲近上帝，来认识上帝。人要认识上帝，总是伊无爱读圣经。那呢，伊是咧欺骗伊家己。圣神是迄个赏赐人智慧、常时启示的神，互人真正认识上帝的启示甲奥秘的，就是圣神。圣神毋也是启示
圣神毋也是默示写成圣经，圣神也咧光照人。圣神的启示，拄则咱所讲，是上帝通过圣神向人启示伊所讲的话。圣神的默示是圣神感动人、引带人，将用文字复刻，将上帝的启示的话给记载落来，然后写成圣经。那是圣神的光照，就是当咱掀开圣经咧读伊的时阵，咱用谦卑的心来照顾上帝的时阵，圣神要伫咱的心内光照咱。当一个人阅读圣经的时阵，伊就爱较无一项物件，就是圣神来光照伊。圣神也是规本圣经的作者，那呢介了解圣经内面的意思的，毋是某咪一个牧师，毋是某咪一个足够读圣经的人，是圣神。所以你所爱求救的是圣神来光照你的心，互你明白圣经内面的意思。保罗先生讲，咱所得到的毋是对世间的神。是对上帝予咱的圣神，互咱会通知上帝已经白白赏赐予咱的恩典。当一个人的灵伫圣神内面得到顶头生，伊的理性也伫圣神内面得到光照，就通明白上帝的启示。即使若无圣神的光照，那安尼咱阅读圣经的文字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了解，通过这个文字来了解其中的奥秘。当圣神光照咱，咱的心灵会感觉火热。咱的目睭亲像得到亮光，咱的心窍突然间得到开启，互咱就明白圣经内面所启示上帝的真理。一个人，你有一悬的理性，你有真悬的智慧，总是你有可能互这个世界的神，无论是知识，无论是财物，也是特别是金钱，互这个世界的神，互你的目睭、心灵目睭变作清明。所以，虽望你有真悬的智慧，你有真悬的，咱讲这个 IQ， 你的 IQ 可能到157，总是你有可能，你有缘互这个世界的神，互这个金钱，互你心灵目睭变作清明。直到你袂通看到基督的荣光。总是一个人若伫圣神内面得到顶头生，就通互圣神光照伊，通知。荣耀的光，上帝荣耀的光已经照伫耶稣基督的面。圣神要光照因心灵的目睭，互因知上帝选调你，上帝拣选你，上帝呼召你，是要互你有何等大的一个愿望。咱检查通对奥古斯丁伊所写《忏悔录》这本册内底来讲起伊家己本身安怎去亲身经验到圣神的光照。奥古斯丁伊老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总是伊嫁予一个外邦人。伊老爸16岁时阵就来伊过身去，所以伊到伫当初是学术的中心叫做迦太基，伫个所在咧读册。17岁时阵伊还未结婚，总是甲一个查某囡仔同居，然后生一个后生。这成做伊生命中间一个破空。伊到伫迦太基的所在，伊是学这个修辞学 （rhetorics）， 常时伊对宗教非常有趣味，若是对老母承接伫基督教的信仰，伊当初是研究，当初是非常流行的宗教，叫做摩尼教。常时伊对着哲学非常有趣味，所以研究当初时非常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。伊非常的聪明，非常有智慧，口才非常的好，佮学修辞学，通讲是辩才无碍。伊30岁时阵，就伫米兰所在做修辞学的教授。总是这个学术的成就，这个追求宗教，这个财物，袂通解决伊内心的问题。伊内心一个问题，我会做什么时阵真正得到赦免？伫32岁迄一天，有一日，伊甲着伊的一个朋友，好朋友叫做阿里皮奥斯，两个人同齐相约到伫一个花园内底。这个花园中间有一块岛有几条椅因着坐咧个所在互相讲话。伊早着伊家己有咧读的一本圣经，甲这位朋友来讨论。伫这个交谈中间，奥古斯丁突然感受到，伊过去一直伫伊的心内底，伫咧加滚的一个问题。伊感觉伊的灵魂深处内底有一个物件，伊想要对付的物件，总是一直无法度去对付，伊也毋知影要安怎去对付，互伊感觉心内非常的艰苦。突然间，伊足想要哭，
所以伊就离开伊的朋友，到伫花园另外一个角落的所在，伫遐趴伫涂骹下面，伫遐大声在哭。在哭的时阵，伊向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要到第时啊？要到第时啊？难道你的受气永远无停止吗？难道你无法度无搁再纪念我过去种种的不义吗？因为这会不义，这会罪悠远将我落条的，要到几时啊？主啊，是安怎？毋是伫今仔日，是安怎？你无要伫即个时阵来拯救我，除去我一切的罪啊！当伊安尼做祈祷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听起囡仔在叫声。有一群囡仔伫个所在，敢若咧唱歌，讲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。迄个间伊受到感动，伊讲：这敢是上帝要对我讲话，所以就紧倒去到伫花园啊，迄个伊原本坐伫迄个桌仔顶悬，迄个所在有一本圣经，原本伊甲伊朋友伫个所在要讨论的，伊马上掀开圣经，伊读到一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是安尼讲。所行着端正，亲像直立式，无得放纵酒醉，无得好色邪淫，无得三者怨妒，恁着称主耶稣基督，无得为着家己的肉体来多磨，递到恁趁私欲来行。伫伊的创会录内底，伊讲，当伊读到这两段的经文的时阵，敢若亲像一道的光。未去到伫伊的内面，将伊心内原本遮的妖疑、遮的重担，特别是罪的挂虑，迄个时阵来消除。新约的圣经学者 F.F. Bruce， 伊注解罗马书，特别讲起到即个故事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当奥古斯丁读到保罗迄两段话的时阵，伊的心灵敢若亲像互光照着共款。原本心灵内底一个黑暗，互光照着了后。伫遐就来消除，毋仅是改变伊的生命，同时对着后代的教会甲世界影响，是无人会通估计。但圣神的光照，用加尔文的话来讲，就是圣神内在的见证。圣神会通引带咱来明白圣经，所以加尔文称圣神是咱内在的导师。圣神踮伫咱内面，要做一项工作，就是光照咱。光照咱来认捌圣经，毋是干那认捌圣经的一个字、一个字句、一个概念，是一步一步来引带咱了解上帝整体的真理。若毋是有圣神的光照，咱对着圣经的了解，常常会停留伫字面的意思。咱常常也伫字面的意思中间比出咧冤家，比出咧三者。咱读圣经陷落伫一寡文字的游戏。就是当咱有圣神的光照的时阵，咱通看出字甲字的中间有蕴藏伊的奥秘，字句甲字句中间有连结，字句甲每一个段落中间有连结，每一个段落甲每一章有连结，每一章甲每一卷的册有连结，每一卷的册甲规本的圣经有连结。圣经所记载过去这历史的处境，每一个所在有连结。圣经所讲的代志，甲咱现此时咱咧活的社会，咱咧生活的现在也有连结。这是咱了解圣经的关键。迄个通带领咱来了解遮尔济复杂的连结的，就是圣神。除了圣神，无人会通帮助你遮尔济的了解。所以保罗先生讲了非常好，你若读圣经，敢若读到字句，这个字句到尾是会互你死。当你读圣经的时阵，你就读到伫迄个灵，迄个灵就要互你活。人读圣经的时阵，就来邀请圣神来光照咱。若无，咱就活伫黑暗中间，咱就活伫文字的游戏中间，咱无进入到伫上帝向咱所启示的真理。圣神是光，只要是光，什么所在有空旷，什么所在迄个光就会通灭去。圣神光照咱内心空旷的所在，一方面，互咱看到咱家己内在失败、咱的坠落、咱的垃圾、咱的误会；一方面，也要互咱看起上帝对着咱的启示、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上帝的真理。
信心超越伫时间甲空间之上，所以会当从历代以来，上帝对着遮尔侪先知、遮尔侪使徒所启示的话语，从耶稣基督所已经完成救赎的工程，光照伫咱的心灵。像是或者已经伫客观上，伊所讲出来的话，伊所完成遮救赎的代志，互咱通过圣神来转化，成做咱生命中间主观的经验。圣经所记载是客观的。总是咱读伊得到光照时阵，成做咱主观、咱个人生命物件。当亲爱的姊妹，就互圣神来光照你。当你感觉你的人生昏昏沉沉、无明的时阵，你就邀请圣神来光照你，互你看了清楚、看了明白。当你感觉你有人生的生命，总是你的人生的生命冷冷淡淡。因为人做这样代志，人这样代志，你心内无欢喜，所以你就无爱服侍上帝。当你的生命若是这款的处境的时阵，互圣神来光照你，互你的生命搁一摆温暖起来，互你的生命搁一摆伫上帝面前活力起来。当咱的生活渐渐迷失，伫追求这个世间的道路，直到咱离上帝愈来愈远的时阵。咱就邀请圣神来光照咱，互咱的生命真正得到引带，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。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，圣神要互咱的生命会通甲这个生命的源头三角结连做伙，亲像诗人伫诗篇36篇第90所讲的：因为我命源头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阮要看去光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讲要有光就有光，即使若无有光，就无人会通看去。你所创造大自然中间遮尔侪奇妙的万物，总是大自然的光，简单会通互阮看去受造的万物，却袂通互阮看去创造万物的主。人会通看见你，会通认捌你，是因为你将你家己本身启示，通过你的话语。也特别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永远的道，人来显明你的奥妙、你的旨意。这个话通过圣神的密示，已经记载伫圣经中间。我若读圣经，就有机会通接触到你的启示。我感谢你，你阁赏赐圣神来点伫阮内面，做阮内在的导师。每一摆阮读圣经的时阵，互阮会通邀请这位内在老师来引带阮。圣神要光照阮，互阮真实来领受你的启示。爸，阮的上帝，阮的生命需要你圣神的光照。互圣经当阮读伊的时阵，毋是干那一堆的文字，是阮的生命得到感动、得到勉励、得到引带的真理。恳求圣神伫你的册卷内面来光照阮，通互阮伫你的光内面看去光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行活命水泉，靠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星星跳进来，从我的心内，我的我了，关闭关了我孤单的心灵，星星跳进来，润贴水这世界，我的日子来听，想有我铃铛星光。
诚心请进来，打开我的眼界，愿你智慧的话语，带我入真理丰富。诚心请进来，也开不离歹来，愿我甘心乐意，自叹你的圣旨。求你丰盛降临，求你充满我心，予我存谦卑的心，甲你同行人生，塑造我的性格，了我心思好势，予我爱你面孔，你踏实甲你徛起。诚心请进来，求你充满我，诚心请进来，诚心请进来，求你充满我心。求你丰盛降临，求你充满我心。予我存谦卑的心，甲你同行人生，塑造我的性格，了我心思好势，予我爱你面孔，你踏实甲你徛起，予我爱你面孔，你踏实甲你徛起。求你充满我心，诚心请